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4年10月28号，诗篇119篇17节到24节，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活石。石头是毋是有机体？当然是啦吼。虽然石头看起来是袂重大，嘛袂震动，但是无表示讲石头就是迄个死的。来看这个堆积的这个石头做例啦吼。伊用这个水中固体的这个物质来渐渐积住，然后炼做火。固体的物质可能是有这个矿物的碎片、有机体，或者是讲伫水中一寡生物生长，也是化学的这个积聚累积来成做一个石头。当然，今日咱毋是要来论讲物质的石头是安怎有生命安怎嘿，咱今日要讲的其实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啦吼。就亲像当初是摩西的这个管啊，虽然是一个孤单的插头所制成的，但是当上帝调伊的时阵，伫上帝旨意下面，伊却会当成做活的纸。这是上帝用这个新约，互摩西来认捌这个佫真佫活的上帝。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，经文安尼记载：摩西应讲，以色列人袂相信我，嘛袂听我的话，因为讲上主毋捌对你显现。上主对伊讲：你的手举什么？伊讲管啊。上主讲：甲管啊迄点涂骹。摩西一个甲管啊迄落涂骹，管啊就变成做纸，伊就会闪走。上帝对摩西讲：伸手抓纸尾，摩西就伸手去抓，纸就伫伊的手里，佮变做管啊。上主佮讲：我互你有这款的能力，是要互以色列人信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、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有对你显现。上主佮对伊讲：手伸入去伫衫内。伊的手就伸入去，手一个伸入去，手就已经滴到严重的皮肤病，变甲亲像雪。上主佮讲，佮甲你的手伸入去，伊就佮伸入去，手一个伸出来，皮肤就已经复原，甲规身躯的皮肤共款。上主讲，你若毋相信，因若毋相信你，嘛无要相信第一个新约，因会相信第二个新约。伫这两个新约，若拢毋信，佮毋听你的话，你就对你落河舀水倒伫涂骹，遐个水就会变做火。摩西对上主讲：我的主啊，我毋是甲好讲话的人，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后，嘛是安尼。我是喙齿钝的人。上主就对伊讲：什么人互人口才？什么人互人袂讲话、袂听见？目睛还是失明？这毋是我上主吗？打你着去，我要赏赐你口才，要教你讲你着讲的话。摩西讲：我的主啊，求你派别人去。上主对摩西发授去讲：利未人阿伦减毋是你的兄哥，我知伊真敖讲话。现在伊要来接你，伊看到你心内会真欢喜。你着将应该讲的话交代伊，我会赏赐你甲伊口才，佮教恁做应该做的事。伊会替你对人民讲话，伊会做你的代言人。你亲像伊的上帝，只是伊应该讲的话，
你着举即支管仔来行神业。不但上帝用神业来向摩西显现，来展现伊的能力，上帝甚至互摩西会当用迄支管仔，迄支死去的管仔来行神业，因为呼召亲见摩西的上帝是又个真又个活的。彼得看免初代教会基督徒应该着爱弃绝个过去的生活，进入伫耶稣基督真的生命内底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讲，所以着弃绝一切的歹，一切的诡诈、假好、怨妒，甲一切的诽谤，着亲像拄出世的婴仔，真爱困，真爱顺的属灵的念，互恁通成长到伫得救，因为恁已经有担着主的仁爱。着亲近主伊是活石，虽然互人弃杀，毋过受上帝拣选看做宝贝。恁嘛着做活石，互上帝用起来做圣神的殿，搁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看咧。我要伫锡安下一块石，是受敬宝贵的触角石，信伊的人绝对袂失望。这块石对恁这会信的人是宝贵的，毋过对毋信的人起厝师傅所弃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记石。伫别位有记载，这块盘骹石是互人跋倒的石。因毋顺坦道理来跋倒是上帝的安排，毋过恁受拣选的种族，王家的这个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，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。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，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圣经讲，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伊的子民。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得到伊的怜悯。因为上帝所赏赐的救恩，透过耶稣基督这个活石来赏赐予世间人的，已经成做迄个上帝伫地面上圣殿真重要的记石。要来建造世间人的生命，因为安尼，基督徒就应该改变家己的生命。因为既然咱领受到上帝怜悯的恩典，就应该成做圣洁搁活的生命来荣耀上帝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领受到上帝的恩典，基督的救恩，会通成做圣洁搁蒙恩，得到感谢通知影感谢，佮愿意改变生命的基督徒，来见证上帝的荣耀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